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嚟到西半山一個極具分量嘅地段寶山道。呢條街道坐落於海拔180米嘅高地，以當年嘅官員韋寶山爵士命名，象徵住百年傳承嘅顯赫地位。而喺呢條幽靜嘅街道，有一座全新嘅超級豪宅寶峰。呢度採用咗低密度嘅規劃，成棟樓只係有16個單位。今日我哋要參觀嘅係一個實用面積3773尺、4房4套房嘅大平層單位，喺港島區絕對係難得一見。經過私人電梯大堂，推門而入，本身就已經係一個極具震撼力嘅巨大客飯廳。經過設計師嘅重新裝修分間，完全做到拎包入住。飯廳擺咗一張10人嘅大餐台，外連有一個超級巨大嘅大露台。喺香港可以擁有一個咁大嘅露台嘅單位真係唔多，成個單位採光極佳。雖然單位就位處於比較低層，但係景觀都好開揚。另一邊嘅客廳呢，就用上咗一個好寬闊嘅 L 型落地大玻璃窗設計，營造出咗極致通透嘅採光效果。窗外嘅山景就好似一幅流動嘅天然名畫，實現咗引景入屋嘅奢華視覺。配以簡約自然嘅設計，坐喺呢度心境都會隨住周邊嘅自然氣息平靜落嚟，感覺好自然舒服。廚房呢，絕對係呢個單位嘅另外一個賣點，空間好巨大，可以擺放到一個4人嘅餐台做早餐區。頂級嘅豪宅就必須要配備頂級嘅爐具、酒櫃、雙門雪櫃等都已經配備好。對於中意煮嘢食嘅朋友，呢個簡直係夢想嘅廚房。再轉入寢室區，先睇主人套房。入到嚟呢，首先係一個超大嘅衣帽間位置，為珍藏嘅衣物、首飾同包包等提供咗充足嘅收納空間。寢區呢，就巧妙咁規劃咗閱讀區同梳妝嘅空間，機能同美感並重。朝頭早起身呢，仲可以欣賞到寶山道嘅翠綠山景。呢種生活嘅質感真係冇得彈。再轉入主人套房嘅浴室，空間感極致開揚，牆身採用咗精緻嘅白大理石同地面嘅灰大理石，形成咗優雅嘅對比。亦都設有超大嘅落地大玻璃窗，充足咁樣採納自然光。另外，其餘嘅每間房間呢，空間感都係同樣非常足夠。擺放咗一張大嘅雙人床之後呢，仲可以做到3邊落床，而且呢，同時亦都設有衣櫃嘅位置，仲可以有空間呢擺上一個小小嘅書台。整個單位嘅空間佈局呢，令人感覺得好舒服。設計師精準規劃咗每一寸實用嘅空間嘅同時，完美咁糅合咗高貴同簡約嘅美學，整體嘅設計好大氣而不失溫度，完美咁演繹咗低調奢華嘅生活品味。其實要喺港島區揾3至4千尺嘅大平層單位呢，真係寥寥可數。